是敢若一场，就是指2020，吼，啊，伊的接管率嘛是这个因为伊的范围，啊个伊的这个工程吼较细，所以伊会当接管的这个户数较少。啊，咱即马吼彰化市的这个水资源中心，伊算这个工程吼这个水资源中心较大。吼，啊，伊会当处理的即个废水吼，一工会当处理15000吨的即个废水，吼，一工会当处理15000吨的即个废水，所以就讲，等于超过6座的即个游泳池的即个量吼，所以未来咱厝的即个家庭废水，就会当经过即个水资源中心处理了后，再个排放出来。咱知影讲吼，即马经过很多的这个水沟啊，还是讲咱厝的后壁的沟啊，吼，你家己看一下，就讲我们厝内咱厝后壁的这个排水沟，看到拢是足臭的，吼，甚至臭啊到这个夏天的时阵，吼，迄臭味个会跑进来家里面，吼，所以未来就讲咱这个水资源中心讲会接到你的这个后壁厝的后壁面，啊，你甲厝的这个洗碗水啦，吼，还是讲洗身躯的水、洗衫的水、废水、家庭的废水、化学库的水，全部排入去这个这个咱的污水管、污水下水道啊，经过这个水资源中心处理了后，佮排放出来这个水是清气水吼。所以咱讲一个城市的进步，为这个污水下水道的这个接管率都看会出来啊。通常吼。一般的这个首长对这个污水下水道拢较无爱做，为什么？因为这是囥一涂骹底的这个建设，一般的人可能感受袂啥着。啊，不过咱即摆看到讲彰化市吼，拄仔讲到的这个金美路以东啦、铁基路以西吼，啊，搁是太和路这边吼，啊，搁彰秀路这边往气动卡这边，啊，向阳吼、平和里。这边吼，咱看到讲有足侪拢是咧种即个地下的即个污水下水道，吼啊，即摆即个工程拢足先进的吼，你看到拢是敢若一个地方，然后可能挖一坑，家己等遐种，吼，毋是讲像以前规条路拢挖起来无，即摆拢是这个挖一个洞，然后那个砖头在迄个砖吼用扔的吼扔一个这个就是一个下水道，所以即摆工程吼就先进的，嘛袂影响到咱在地居民的这个交通吼。所以咱看到讲一个城市的进步以前的这个首长可能较无爱做的这个污水下水道的这个工程，是咱彰化即摆渐渐一项一项拢咧做。为丽林即摆彰化市未来是咱的和美佮鹿港吼园林拢有这个污水下水道污水处理厂，所以就是讲咱的这个。大的这个城市会愈来愈清气啦吼，嘛看到讲咱整个彰化是一直咧进步吼，一直咧进步，这是一只吼，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那污水下水道，咱嘛知影讲，咱若一旦就讲看到讲人为什么国外，还是讲人为什么这个台北市或者是其他的城市，为什么因为排放出来这些废水是清气的，还是讲？你看到因的沟仔水是清气的，为什么是咱彰化看到逐条沟仔水拢是足垃圾、足臭的吼？是因为咱拢无污水处理厂，无污水处理厂。为即摆开始吼，咱的这个彰化市的污水处理厂吼，即个月都已经要完工已经要完工啊。所以咱看到讲彰化市未来咱的环境会愈来愈好，网塘吼嘛会因为这个污水处理厂。污水下水道，那这个蚊虫，这个滋生蚊虫的这种情形就会更少，然后臭高水就会愈来愈少哈，整个环境都会愈来愈好哈。这是一家甲咱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今仔日小芳去民进党中央党部咧开中常会的时阵，今仔日拄好轮到这嘉义市的这市长涂省哲，涂省哲今仔日嘛特别报告讲伊。嘉义市即几年当中，伊做啥物工课吼？伊就报告2项，一项就是这个咱的这个排水，咱的下水道，咱的下水道。伊讲吼，为什么以前吼，遮侪所在吼，常常拢落雨的时阵，就常常淹水，
在前几年只要一下大雨就一定淹水。可是经过伊即个做嘉义市市长了后，伊发现着讲，即个足侪即个地下道，咱的地下排水就是咱的排水沟，这些拢是塌掉的，无内底就是足侪污泥啦，拢无清。咱看到讲，一般的即个家庭头前的即个沟为了感觉嫌臭，可能就全用物件甲砍掉的，或者是全规个封掉的，用迄水泥全规个封掉的、空掉的。伊就讲，那是因为这样子的，讲一般的民众会感觉讲，这个下水道，这下水道足臭的，佮足垃圾的，所以伊就将这个嘉义市这个下水道一条一条甲清啦，这个会当清的，就用这个山鸟这乌一空的山鸟落去下水道落去清，袂当家己袂当落去清的，就用人工落去清伊讲安尼经过伊这样子努力在他执政的这3年外，每一届落雨落足大的时阵，其他县市可能有淹水啦毋过伊的嘉义市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政绩，所以就淹水的情况就减少。所以咱看到讲这个下水道也好，还是污水下水道嘉义市的这个下水道，还是彰化市咱的这个污水处理场污水这个下水道，其实这对于咱一般的民众来讲，可能你看袂到，因为伊是涂骹底的这个建设，毋过对咱来讲是足重要的因为如果说这个下水道会当清理干净，一旦落雨的时阵落大雨，迄水都排会去嘛袂讲因为这个塌掉的全积水淹水。如果说咱的家庭废水有污水处理厂有污水下水道，经过处理了后排出来这个水是清气的，咱的环境就会变好嘛袂因为安尼就大概这个尤其到夏天的时阵来讲那臭高水那怎么臭成这样子所以咱讲一个城市的进步，其实为这种看袂到的建设开始这是秀芳一家先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另外就是咱前一两个礼拜咱的赖清德赖院长有到彰化有特别关心到咱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一寡建设，那尤其嘛关心到咱地方产业的发展那彰化是一个中小企业上盖侪的所在。那看到讲中小企业这个很多都坐落了，拢是伫咱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农田呐彰化这侪拢是安尼工厂的起伫这个产中那当然就是说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就侪咱的中小企业的这个头家嘛就关心的，希望这个这个田园聚落或者是田园工厂是不是会当怎样给因辅导按怎给因辅导辅导互因会当这个排放出来的水当然符合标准当然来讲这是以早留落来以早政府自民国60、70年的迄个时阵政府就咧鼓励讲客厅集市工厂，迄阵要发展经济嘛所以就讲你若是家己的厝你就会当就会当做工课啦可能摆两三台机器就开始做就安尼开始变经济可是到现在经过30-40年的这个时间当然咱希望讲咱的生活环境是会当较好我们的居住品质也不要因为噪音或者是污水来影响所以政府嘛爱概括承受的讲民国60、70年迄个时阵政府所鼓励的客厅集市工厂，造就成现在有足侪田园工厂或者是几住宅区内底都有工厂都有小型的工厂所以类似这样的状况蔡英文政府上任了后，当然伊希望会当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说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政府伊当然会当把这个代志一拖再拖。不过我看到讲这个蔡英文这个总统甲伊的行政团队，其实因是想要解决问题当然咱的这个
中小企业，即个吼，伊是真认真咧拼经济，当然为的，如果说有污染的，咱希望伊就是去工业区，或者是去专区，即摆政府鼓励就讲，你也有这个噪音污染也好，还是讲你也有这个污水的这个排放，还是你还有其他的这个状况的话，鼓励你就是去工业区，卖个等原本的这个所在，也许你这个所在就是田，是原本的这个农地啦，如果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型的这个工厂、中小企业，如果你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没有污染，或者是按时在缴税，那当然的政府希望会当做一个辅导，那当然即马目前的这个蔡英文政府嘛希望想出一个方式、一个方法会当将原本在工厂会当甲辅导让他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农地上继续污染。那一方面就是讲会当互在中小企业这个头家嘛会当较安心去拼经济啦所以即马目前的这个行政院这边嘛有咧想一寡办法譬如说这个要有一个专区譬如说即马水舞金聚落水舞金的这个聚落，像咱中华这个电环保水舞金的这个聚落，因为已经是遮侪间工厂拢是迄个所在所以即马目前的这个行政院这边嘛希望讲会当这个怎样让这些水舞金的聚落变成一个专区啦当然嘛毋是讲你变一个专区，啥物拢无做袂使，你这个废水处理或者是其他工业区里面该有的都要有安全设施啦这个污染袂当有污染这拢爱做这个设施所以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甲问题解决毋是讲甲问题搁等互后面的人去做一个解决我前阵子咱的这个有一寡这个中小企业，还是讲一寡这个工厂的这个头家伊讲因是这个在自己的家里面，有的是一家己的厝的客厅，可能2-3台机器就安尼猛控伊讲因安尼嘛已经做30多年当然就是说他们也希望能够合法。那小英政府我感觉讲小英政府足可取的所在，就是讲伊无希望把这个问题等互后任的人去处理。当然，伊家己的任内会当处理，上好就是讲能够找出问题，然后把问题解决让人民有感。我相信讲这个时阵，足侪人嘛希望讲这问题要赶快解决莫讲一拖再拖，在中小企业的老板无所适从啦这是即将甲大家做一个报告。那另外这个是最近这几天有足侪咱的民众嘛真烦恼，就是讲在这个年底的选举我再讲年底的这个选举嘛会当讲是民主进步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咱讲民主进步党是这个2016年总统选举立委过半了后变成说完全全面执政全面执政了后，当然真侪咱的民众的这个期待，希望讲是投票投互蔡英文，希望是全面执政立法院阁过半民进党会当做一寡代志所以这任的这个立法委员内底做一个是这个年金改革。那年金改革这是历任总统可能大家拢不太敢做的这个年金改革，一届这个立委就甲完成当然会引起到真侪人的不满。那这是一项啦另外一项就是这个我们的那个劳基法的一个修正。当然劳基法的这个修正对于咱的劳工来讲，咱是希望讲咱的劳工会当有较大的这个保障当然为的中小企业的头家会感觉讲这个政府嘛管伤济啦所以
我们希望说，一方面能够保护劳工，让劳工当知影讲，如何在自己的这个工作权利如何争取哈，争取家己的这个权利，因为以前可能劳工较毋敢替家己来争取权益，毋过即即卖这个劳基法内底，我相信有足侪这个劳工对家己的权益应该是还蛮清楚的哈，所以。劳基法的修正当然是希望讲会当保障这些劳工的这些权益。我是前阵子在前1-2个礼拜哈，我碰到一个咱的这个和平我们的一个民众，咱中华的这个民众，伊咧开车，结果伊的头家吼完全拢无甲保劳健保，完全都没有保劳健保，完全没有保劳健保，结果这个员工吼。发生意外，人嘛过往去啊。那当然，一个他是职灾嘛，因为一起上班时间发生车祸过往。那这个事情呢，就引起这个变工这职灾这一点雇主一定爱还。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劳工处就讲咱的劳保劳保局这边伊拢会替这个员工来争取伊原本应该有的这个权益，所以咱知影讲劳基法是上界基本的这个保障啦，当然还是有一些较无好的这个头家，伊是完全无顾虑到这个员工的这个权益，然后完全没有保这个劳健保，所以咱讲这届的这个立法委员这届这个立法委员内底，等于讲我们做了什么事？第一就是这个军公教的这个年金改革，再来就是这个劳基法的一个修正在去年的时阵，就是有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这个预算的通过，另外前瞻基础这个预算的这个通过影响到未来5年甚至10年了后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因为咱投资台湾，这就是投资未来台湾你讲像中华前瞻基础建设内底有这个这个台中的捷运延伸到彰化，未来中华这边县政府这边的预算，就是讲要个为中华个延伸到河美，甚至到鹿港，因为鹿港一港一年啦一年的这个咱的这个观光客有800万人次，800万人次一年内底有800万人次的这个观光人口，你看讲一年内底有800万的这个人口这个人次来鹿港参观来看古迹来拜拜，去天后宫拜拜。不过这侪拢是家己开车，无就骑奥多摆。足少人讲坐这个公车很少。那因为公车嘛，不是讲足方便的，所以咱的这个政府嘛想着讲，未来如果咱的这个台中捷运延伸到彰化，这已经列入前瞻基础建设内底130几亿。要为台中延伸到彰化未来咱也会当个为彰化延伸到鹿港，其实会当个互咱的这个观光客会当个较方便，个较利便。伊会当为台中坐火车来或者坐火车个接这个捷运，甚至高铁站个接捷运来到中华到鹿港，这种会当带动整个城市的一个发展真侪人讲为什么人咱若去国外的时阵看到拢是足侪拢是交通建设足侪有这个捷运还是铁路的接驳，或者是公车的接驳为什么中华甚至讲是台湾各地区看到拢是大家家己骑奥多摆家己骑奥多摆这就是因为咱的这个公共运输做了不够完善所以咱只好家己骑奥多摆所以蔡英文政府其实伊嘛看到一点，就是讲因为咱的这个轨道建设还是讲咱的即马既有的这个巴士咱的客运无够
或者是讲伊的量毋是讲足密集的，所以足侪人为着方便，就家己骑奥多摆嘛吼。啊，骑奥多摆佫造成即个空气的污染，吼。所以咱看到讲，蔡英文政府即届即个轨道建设内底，拢总有编这个差不多将近4000亿。要来做这个轨道建设，轨道建设就是讲铁路捷运啦，那这个拢会当带动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发展，甚至就是讲整个环境的污染也会降低因为咱讲就这这个空气污染有1/3是因为咱的这个汽机车排出来这个空气造成的这个污染，所以就讲咱若将咱的这个轨道建设、铁路捷运做完好势了后，其实我感觉讲整个咱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环境会当愈好，民众坐这个交通工具会当越便利，那大家就会越喜欢坐啦，无就讲大家讲为什么不爱坐铁路，还是讲不爱坐捷运因为捷运毋是遐尼不是4通8达嘛，所以有足侪拢还是爱靠摩托车代步，所以蔡英文政府也看到这一点的，讲其实咱一个城市要进步，为什么人这个欧洲也好，还是讲日本也好，伊嘛是拢用这个铁路来代步啦，因为铁路伊是4通8达，所以它可以这个连接到各个地方去。所以你去日本还是讲其他国家，你看到讲奥多拜就足少的可是你去台湾看到这奥多拜是有够超级多的啦因为咱的交通不是那么便利，所以未来咱的前瞻基础建设内底就将这个轨道建设编入去互咱的这个铁路未来会当4通8达，互咱的民众会当透过咱的这个铁路也好，还是捷运也好，会当到每个地方去啦这是一只甲咱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好咱先休困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厝边隔壁的节目。咱今麦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庄先生换药喽！医生说你的脚伤恢复得不错，以后要注意安全哦。这次因为公出赶着送客户东西，一个不小心走路摔伤。这次呢，你是以健保身份住院，如果是职灾的话，可以在期限内向医院或向劳保局申请退回带点的部分负担医疗费用，以及住院30天内膳食费的半数哦。那我要怎么申请啊？你可以在出院前或就医日起10天内补送劳保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健保卡及住院费用收据正本到医院。如果无法在期限内补送书单，也可在治疗当日或出院日起6个月内，或者有特殊原因的话，在5年内向劳保局申请退费哦。提醒您，职灾劳工以劳保身份就医，可减免部分负担医疗费用及住院30日内膳食费之半数，但如以健保身份就医，可向劳保局申请退费。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阿豪婶有信件哦。好，来喽。今天比较多件哦，又上网买东西啊？哈哈，帮我女儿买的啦。喏，这是劳保局寄来的，是说阿豪婶有按时缴纳国保保费吗？有时候会忘了缴1、2期啦。哦，这样不行哦，最好赶快缴。国保有10年补缴期，超过缴管期限10年就不能再补缴，还会影响到未来秦领给付金额哦。哈，那我还是先不要上网买东西，先把迟缴的保费缴清才要紧。积欠较早期国保保险费的被保险人，应尽早规划分次缴费，以保障相关权益。按时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付才能及时核发。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我是林庆台，捌演出赛德克巴莱，因为食薰，我捌着心肌梗塞，为死亡的边仔行过，心脏嘛加了2支支架，身体白痛，互我了解，只有健康才会当帮助搁较侪人。解薰吧，做一个真英雄。二代解薰，车卡免费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哎，小珍，怎么啦？愁眉苦脸的。王大哥，我去见习的公司倒闭了，公司还欠我1个月的津贴没给，我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工资垫偿吗？这个恐怕不行哎。依规定劳基法所称的劳工，也就是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获致工资的人，才可以申请垫偿。像是承揽契约与训练契约人员，例如技术生、养成工、见习生、建教合作班的学生，因为不是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获致工资的劳工，是不能申请垫偿的哦。那还有哪些人不能申请啊？像事业单位负责人与事业单位间属于委任关系的人，例如公司董事、监察人及委任经理人，以及还没指定适用劳基法的人，例如医疗保健服务业的医师，都不能申请哦。了解了，我毕业后找工作时要谨慎地选择公司。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小咪，老师讲要为爸爸常常做的代志，你为什么？你爸爸也要煮饭哦？对啊，阮爸爸煮的跟妈妈煮的同款好食，阮逐工都会斗阵做家内事呢。阮爸爸会晓洗碗、油头壳。阮爸爸嘛会晓洗衫，甲替妹妹换尿珠啊。安尼我甲爸爸嘛爱加油，回去厝斗阵做家内事。性别平等，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小妹啊，你是在看什么？爸，我在看彰化县政府长照服务2项全国首创工作的说明。什么是全国首创的服务啊？第一，辅具得来速，缩短简化申请辅具补助款的繁琐手续，购买辅具最快速。第二，药师到府服务，是由专业药师到家中亲自指导老人家用药。县政府真的很贴心呢。县府用心，我们放心。长照新服务，彰化有一套。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吼，我是秀芳的助理顺武啦吼。因为委员吼伫上个节目有来咱主持节目，因为咱知影委员即马是民进党的中常会较无闲啦吼。等下佫一个会要开，所以顺武来后半段、下半段由顺武来主持啦吼。拄则委员就讲着咱足侪咱中华的建设吼，有即个大埔排水的即个2边的道路，佫有咱即马后盖即个轻轨的建设啦吼。那其实即款足重要的政策讯息吼，咱个拢是即个网络，是即个手机是新闻馆顶拢看会到。但是有啥物咱会感觉讲，委员讲的即款建设其实足陌生的。为啥物？因为毕竟吼，咱知影讲台湾的媒体媒体吼，较注重的是一寡较新三色。较有新闻话题的物件，较报道拢较台北市较侪，所以咱逐工新闻开看到拢是即个柯文哲的新闻啦。因为伊较有即个新闻的张力，所以等到咱即种中华咱地方的建设即个媒体较袂来报道啦那安尼，所以咱会透过咱用即个手机网络 FB 也是 Line， 也是咱即马一关怀电台安尼，才大家讲原来咱彰化市这4年彰化县这4年来有偌侪。社会福利偌侪即个台湾中华的基站的建设啦那讲到即个讯息的即种传播咱其实咱知影逐个人即马拢有即个手机咱知影手机是顺武细汉的时阵迄阵看到大人摕手机佫是即个。大哥大啦，足大机的会使摕来喊人的即种手机即马到即马演变就是一个薄薄的手机会使连即个网络的，会使看到即个影片的，嘛会使看到即个讯息。即马上定讲的物件，即种科技的改变互咱足方便的，所以咱即马有一种物件来代替咱用公电话、敲电话，就是即种 Line。足侪人拢会加一个绿色的，然后跳着来，安尼就看到讯息落来咱逐工咱4大人是透早下暗拢会传即个图来，你讲早安、
你好、午安这种的赖讯息啦吼。也毋过吼，顺宇吼，定定会接到一寡消息嘛，一寡困扰啦吼。咱是这网络的讯息吼，更较频繁的时阵吼，咱定定会收到这讯息，拢足恐怖的。吼，也是讲吼，足夸张的，咱看无到这讯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就是即种咱俗称讲的假新闻吼。透过即马网络的方便，用 LINE 还是 FB 吼，到处咧传啦。这是咱即马拄着一个问题哦。顺宇上有印象的是服务处一暗吼，因为顺宇是顾服务处，顾到下暗8点外啦吼。啊，要下班的时阵吼，一通电话卡来，是一个大哥卡来讲吼，啊，秀芳助理吼，借问一下吼，我即马手机啊收到即个讯息讲吼，金龟吼配金蕉做伙食吼，会着蓝嘛，是真诶也假诶啦？哦，啊，即个消息其实咱用听就知影讲吼，这可能毋是真诶。也毋过咱时大收到看到即个讯息，因为咱传统来吼认为讲吼，只要会使传来传去诶，也是大家咧讨论诶，就一定是真诶。所以伊敲来问，所以顺宇就甲伊吼安怎甲即个讯息去网络去找原来即个消息是假。吼，安尼配食袂死吼，啊，伊政府对于即种代志嘛足敏感的啦吼，因为假的消息吼，造成咱政策、咱社会运作一个足大的问题啦。啊，讲到遮吼，咱之前一寡新闻有写着啦吼，其实咱即马一 FB 吼，也是咱看到足侪信息吼，是有一个组织因一咧做的。啊，这组织的内底人有去做工读生去食过头路讲吼，伊即个组织的人吼，其实伊较难。所以伊故意写一寡政策的物件，在咱这台湾人啊混乱啊吼。啊，其实是美国吼，美国有一个叫做民主基金会吼，是去年的时阵吼有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讲吼，咱这个中国吼会来影响咱台湾一个方式，是因为讲吼，因为台湾即马这个报告内底是安尼写的啦吼，台湾即马是一个民主社会、开放的一个社会吼，台湾足开放的、足民主的，所以啊，伊用即种的方法，伊会传这个假的消息，用舆论吼来干扰甲分化啦，就是假的消息吼，大家拢毋相信。吼，啊来分化咱台湾内部的团结啦，吼，啊产生咱族群甲人之间的即个分裂啦，吼，散播即种假的消息、网络的谣言吼，就是上好的方法，就是造成咱台湾吼内部的分化、政策的纷乱啦，吼，所以咱定定看到咱的新闻吼，无一定是真的。吼，因为我定定接到一个电话讲，咱即马台湾人咱遮啊头遮尔厉害，遮尔爱杀人啊，治安真歹啦吼。其实这就是媒体吼故意要去营造出来。那内底媒体咱定定看到咱的新闻吼，拢会用网络的影片、网络的消息，其实这有的消息吼，拢有的是假。这是透过某种组织吼，刻意要分化吼，影响咱台湾的内部吼，这是有资料的根据吼，是美国民主基金会吼，是去年的资料啦吼。啊，是这个网络吼，其实咱在少年人问有一个最有名叫趋势科技，伊就是做这个网络吼，这个病毒哦，防范病毒莫电脑中毒的一个公司吼，伊讲着吼，即摆假的消息吼，大概吼有6种的物件。伊的是假的消息，一个就是伊的标题吼，甲伊的诉说的内容拢真足恐怖的、足夸大的。伊就是互你看到迄个消息，咱是 FB 啊来看到迄消息足恐怖的、足大、足悍的，咱就想要点起来看。第二个就是讲吼，伊的网址拢足奇怪。吼 ，www 点什么 ABC 啊，123啊，COC 点1啊，这种看起来足奇怪的数字吼，这嘛是假的一个消息的特征吼。啊，第三项就是讲吼，伊内底内容吼，伊的品质、伊的用法、伊的图片吼，拢足奇怪。吼，伊有的是大陆直接翻过来，所以用大陆中国的迄边的讲法，啊，无就是讲内底的图片吼，根本就毋是台湾。吼，咱上大的案例就是顶届。吼，顶届咱国民党讲，咱即个水果往来吼，啊介绍吼，啊落甲规个要倒喺路边，啊用的相片是足久以前的相片，迄就是安尼，即种内容假的消息就是用，即个相片会甲即摆年代无共的啦吼。啊，第四个就是讲吼，伊的相片吼会刻意去修剪、去加过内底的图片的修剪，无就是内底的日子吼会消失。明明这相片可能有拍日子，也是讲这新闻有拍一个当时引用的日子吼，伊才会消除，因为这到都变一个假消息。啊，第六个就是讲吼，伊传播的这个讯息吼，拢无所谓的作者，也是记者是详写的，引用什么资料，官顶拢袂写。哦，咱看报纸新闻，不管是自由时报、咱联合报吼等等的媒体，咱是毋是开起来报纸官顶会写记者是谁？
也是讲咱看电视的新闻了会讲记者详报道，那这假的新闻就袂写着这记者是详报道，所以听众朋友记的这6项就是判断一个假消息的方法啦伫阮少年的这个领域内底针对这种假的消息的传播，咱有一个名用北京话叫做内容农场啦。内容的农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伊专门的用一寡图片文字要创造这个网络足侪人去来看，是足侪人去来看，你想讲足侪人来看有啥物好处的？第一个会使传假的消息。所以有特定的族群就会提钱伊讲来，你帮我把这个假的消息放出去，你就得赚偌侪钱，这是一个刻意传消息出去。第二个是啥物呢？借由咱点入去这个流量，是网络一个问题叫流量，偌侪人看，就有人有广告去来赞助啦。这就甲咱看影片共款，愈侪人来看人会认为讲这人多，我就要落广告一内底。所以内容农场就是做这2项代志。那一般咱来看到一寡这文章这特性甲这个民众来说明一下这个假的消息有分几个种类。咱拄仔讲的是6项，按哪区分它是属于假消息、假讯息。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讲这个假的新闻、假的讯息，咱赖也看到咱也知爸爸妈妈，咱大家手机后盖透早，咱也收到这个讯息的时阵咱就要知影这是假这毋通阁传落去啊。那这个讯息的特定呢，咱分几个类别。第一类就是讲伊会制造恐慌。就是互大家足紧张的这个消息啦，比如较早咱上定看就是讲食什么物件就会着癌，食什么物件就会死去，食什么物件就会中毒，即寡假，然后听起来足恐怖，甲咱生活、生命、性命有关系，即种恐怖的消息咱较早上定看就是较早2015年的时阵有一个新闻就是讲迄过期的即个面摕起来食啦，还是讲这马桶的水毋是咱即摆马桶的水用一个蓝色的物件较袂臭，讲这鼻骨咱会着蓝嘛，即种消息是网络咧传啊。另外一种阁有人定看就是迄个早安图早安图嘛会中毒有诶早安图内底含有即个病毒。这个病毒毋是咱感冒的病毒，是讲咱手机电脑点入这个早安图以后伊会释放一个元件，一个手机内底你导致你的讯息会去用截取啦。这大家少年朋友较知影啦所以有时阵咱也看到早安图咱无一定一直传，因为内底反射有带有一种病毒，咱会成为一个传播者啦第二个另外一种的类型就是时事的预知，就是先觉咱看到这个代志就是讲明年谁会做总统明年谁会得100万谁较早会安怎？这种先觉的新闻、预知的新闻即摆有人敲电话入来要来问这个问题，咱先来接一个你好你叫孙宇嘛我叫孙武你是要选倒一区我请讲不要紧无是想讲你哪会遐甲我讲话啦无啦你继续无我是好奇讲你是要倒选倒一区安尼啦了解好大哥这安怎称呼你歹势我姓陈陈大哥歹势安尼我会使甲你回答一下喂小弟我顺武是无选举的啦歹势因为这老讲是阮这个服务处的特色，嘛毋是老讲因为委员会要求阮去看一寡新的资料新的发生的代志，互大家民众知影讲，因为咱这服务案就是甲民众咧互动的所以咱必须就是爱知影一寡实施甲政策的讯息到都去甲民众做说明啦。其实服务案无一定是讲一定爱甲行政部门讨论啥物，其实就是一种替民众解释这个疑惑政策的辩解甲说明啦。所以这是委员赋予所有服务处每一个人的一个能力啦。因为事务嘛是有一寡缺点有时阵讲较紧，还是讲了较专有名词麻烦陈大哥找阮指教安尼啦。好，谢谢陈大哥
好啊，感谢吼，拄则接即个陈大哥的电话吼，是我第一届吼，感觉上紧张的代志，因为我第一届去互咧接这电话啦吼。啊，那感谢陈大哥的肯定啦吼。那另外咱都话讲即个时事的预测先觉对无吼？就像讲我定定收到即个讯息，就讲这礼拜吼，诗内底有写着讲谁会调总统，即个长头诗的新闻啊。无就是咱看着讲咱今年12月会抵当吼，当时大水会来，即种先觉的讯息吼。这一般拢是假为主啦吼，这是一个类别。搁另外一种吼，就是争取你的同情心啦，就是咱感觉讲足可怜的，咱要来帮忙。咱上定看到就是讲咱台湾吼，也是中华倒位有人无去啊，大家进来找。无就是讲，有人倒位地动欠钱大家来管。其实咱台湾人足有爱心的，咱看到这新闻拢会倒找。那毋是代表讲这新闻一般是假，有的是已经过时啊。有的是可能10年前的消息但是传到即马，所以我定即个 FB 开起来就会看到假，毋就看到足久的消息啦。即个人反正已经为少年人变老人即个消息搁咧传搁另外一种是咱上定看到所谓的爱心的啦，就是讲倒一个阿嬷即马坐遐咧卖菜无人来斗相共啦大家进来去。其实你讲这是假消息嘛好是讲真的啦，因为有的是真的足需要咱帮忙，但是咱思考的是讲咱安尼帮忙使帮忙归解。另外一种是有某些的组织刻意咧营造，就甲有咧咱新闻看到，咱台北咧卖咧摇篮花有无其实有诶是后壁有某些组织咧运作啦所以有一寡新闻咱爱去思考一下啦另外一个类别就是分享送东西，就是讲来，即个物件你也传出去对无咱就会使趁到什么咖啡一杯啦无就是点数偌济啦。一般咱也看到即种物件讲实在话，伊也叫你一定要传互别人讲偌济好友按赞累积偌济。这一般来讲拢是假的较侪，尤其伊的特色就是内底会附网址伫内底。这个网址讲，这个你点这个网址咱看到赖讲点这个网址请你分享越多较侪人看到愈有可能。这种讯息一般拢是假。尤其咱即马爸爸妈妈咱听友定定看即个赖会看到一个什么，咱讲一个特定厂牌什么星巴克、麦当劳推出买1送1按赞分享就会有迄有的是假所以咱要安怎判断真诶假？因为这公司较大间其实你直接靠麦当劳靠这公司讲，就问你即马敢有即个分享活动？因讲有，安尼这就是可能是真诶。伊也讲无，咱就甲传啊，因为防范即个假诶消息上重要是咱靠咱逐个人爱去防范啦。虽然讲咱民进党政府之前前一阵有讲有一寡假消息对无咱要做即个社会发财开发逐个来骂啦。因为咱来讲，因为这嘛是一种困惑啦。因为阮一服务处定定接到电话就是咱阿公阿嬷其实足人听咱政府的知影足侪新闻是假，伊就敲来问讲会使叫政府管一下袂？即寡假的新闻、假的消息会使莫阁传的袂？其实这就爱考虑一个物件，叫做言论自由啦，咱讲话的自由啦但是自由袂使甲咱的法律去冲突的，所以咱政府爱有一个大智慧去想出方法，要安怎去制止这些所谓的假消息。但是你讲要完全靠政府的力量在这个假消息封杀掉这会有一个疑虑啦有人感觉安尼就是会影响咱民主、咱自由、咱讲话的自由啦所以这个政府的大智慧咱大家会使做伙讨论，做伙想。也毋过有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咱家己也看到即个消息咱莫去传，莫去黑白讲，咱也去求证，也是想过以后，咱甲别人讲的话，咱就会使成为这个假消息防范的单位啦那不是惊讲咱手机是 FB 看到的消息，拢惊即个所在看的是假的消息啦。其实咱定定看这新闻嘛是假。其实咱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的人安尼过了即个8点看完即个民视3立的8点档会看一个这政论节目啦。不管是倒一台其实每一台的政论节目拢有伊的立场，伊会针对伊的立场去讲话，有时阵会较偏激，有一台伊有新闻嘛有报纸。伊迄头家嘛咧卖饼迄台伊迄著讲足夸张的啦因为我有一遍足认真咧看，其实我
不否认我的立场吼，较民进党啦。啊，看咱哪的迄争论节目，我真诶看了心诶足疼啊！就是吼，人也知影伊咧讲啥，斗落甲民众讲啦。啊，顺我愈看吼，感觉哎哟，哪会讲到安尼啊？啊，所以咱有时阵爱想一下啦吼。啊，就是上重要做法，就是咱靠咱公民的智慧、咱的力量，因为民主吼到即个阶段吼，毋是惊用拍用划，啊用咱的智慧甲法治去讨论啦吼。啊，咱也知影即摆有一个组织吼，咱7月份咱台湾有一个组织叫做，我用北京话讲啦吼，叫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啦吼。即个中心吼，其实是台湾的日本、中国、菲律宾、韩国拢有，啊，咱台湾今年成立啊，最主要嘛是公民团体，咱公民组成的，要来反放即个假消息。咱希望大家会使看到即个消息，会使去想一下，想了以后再来传。啊，我是秀峰的助理顺武，啊，一只感谢大家收听，谢谢。咱即摆所收